大家早晨，星期五啦喎，港股市前分析，講題係匯控0005短期升浪已見頂，咁樣市場最大嘅焦點啊，尋日朝頭早開市之前咧，就係匯控宣布就係私有化恒生銀行嘅，咁另一個市場焦點就係以巴咧，終於就達成咗停火協議，開始逐步去停火啦。12點鐘去我 YouTube 頻道裏邊投票，選出你哋最想我下個星期為各位重點分析邊一隻非恒生綜合大型股指數成分股嘅。今期選項有4個：江西銅業358、山東黃金1787、精泰控股2228、藥明康德2359。唔好忘記呢度有一個位，前跌浪底9月26號低位105個半。呢個低位，嗱唔好忘記有呢個低位，已經係一個新嘅短期初步阻力位嚟㗎啦，已經嚇。當然另一個位，尋日低位 SAR 極點低位，亦都係重要嘅。不排除嘅彈翻1-2個交易日嘅略為，但係彈得唔多，好可能過唔到105個半呢個位，跟住就再落一個 C 落。咁最重要嘅阻力位當然係112個2啦。呢個阻力位喎。咁仲有冇支持位咧？有嘅，因為之前咧喺呢個嘅呢度係一個橫行區嘅，叫做試過一個一頂雙頂跌咗落嚟，衝破雙頂，咁所以呢個雙頂咧係102個1，應該係高低頂啊，係8月25號高位102個1，咁亦都有一定嘅支持。咁會唔會今日略為跌到102個1，或者跌穿少少就反彈咧？機會都唔係太細，再跌落去，咁我就點睇咧？查晒啲先，就用波浪理論睇啦。呢一個升浪幾點？9月3號低位98.7毫半，升到112個2， 0.618倍量度，跌幅目標係103.8毫9。尋日到咗，收市價尋日104，啱啱高過佢。關鍵位收市價低唔低過呢個位啦？103.8毫9。如果低過翻唔到上去啦，後市應該係試98.7毫半嘅機會係非常大啦。咁另外啦，如果98.7毫半，即係上先下有冇支持位咧？有，你將個升浪起點推前去7月31號低位93.5毫1仙半。再度嘅0.618咧，係變咗100蚊6毫半，100蚊6毫半啊！呢個咧係更加重要嘅支持位嚟嘅，100蚊6毫半。如果100蚊6毫半正式失守呢個支持位咧，後市唔好話短期，中期都轉淡埋噶啦，就要睇93.5毫1仙半嘅支持位啦。嗱，匯控短期升浪已經見頂啦，嘅可能性非常大。短線投機者唔好買啊，中線投資者亦都唔好心急買，要買咁啊，因為咧等佢跌定先，睇清楚形勢會唔會好轉先至買，好嘛？